時代論壇每周社評。2012年10月7日，第1310期嘅時代論壇社評嘅標題係社會覺醒由下而上，社關牧養不能脫節。今年香港嘅大型群眾運動可謂一浪接一浪，而且每一波都牽動咗社會大眾嘅心。社會大眾嘅政治觸覺同埋關心漸次甦醒，越見活躍。呢樣唔單單係見諸數次大型群眾運動嘅規模、秩序以及由下而上嘅自發性，更加見諸發動者越趨年輕。由中學生組成嘅學民思潮，成為上月10萬人佔領政府總部嘅核心之一。呢個點固然係令人眼前一亮，而近期亦都有報道，天水圍逾千個中小學生聯署要求領匯唔好將一間陪伴佢哋成長嘅糖果店逼至結業。香港新一代對自身社區同埋社會嘅關心，對公義嘅堅持，明顯係更為直接，勇於爭取，為困難重重嘅香港社會帶嚟一番新氣象。有別於過去40幾年，本地社運經常出現由少數人帶領群眾爭取嘅由上而下嘅模式，今日香港社運嘅新氣象嘅特點係由下而上，既因為網絡動員越趨成熟，亦都因為通識教育嘅功效漸現。雖然社會運動仍然需要核心群體嚟到協調策劃，但係網絡協作已經取代咗集權嘅領導，群眾對運動嘅無數力量亦都大增。而且正因為資訊流通，討論又深入各個社交網絡，一啲動輒替少數人亂扣帽子嘅抹黑言論，喺反覆討論求證之後，就較唔容易生效。呢一點亦都係公民質素提升嘅表現。與此同時，面對公民社會越趨強大，民眾越見自發，過去長期關心香港社會嘅社運中人同埋議會成員，既應該欣喜，亦都必須急起直追，否則同群眾脫節嘅機會就會大增。由數年前嘅清拆皇后碼頭事件，到今年嘅反國民教育運動，均曾經係見得到呢一份嘅世代落差。作為民間社會不可或缺嘅一份子，本地教會群體嘅情況又係點嘅呢？今天唔少嘅弟兄姊妹亦都跟隨住香港社會大眾一同醒覺，主動關心，自發投身。堂會嘅團契小組出於熱心，拉隊去集會現場觀察代禱，以至支持參與嘅，已非罕見。堂會教牧長執又可已經係準備好嚟到牧養大量由下而上嘅社關新世代呢？人嘅堅持可以好簡單純潔，人生處境呢卻原本就好複雜多變。就好似職場牧養、婚姻牧養呢一類進入人生處境嘅牧養工作咁樣，社關牧養嘅難度亦都實在係唔少嘅。既因為社會事件變化迅速、資訊繁多、張力處處，亦都因為所涉及嘅價值同埋道義抉擇並唔一定能夠立竿見影，非長時間堅持而不能見成效，仲需要隨時警惕自己同埋他人嘅種種人性軟弱。不過，對於以牧養信徒為召命嘅傳道同工嚟到講，有難度並唔等於無可為。一如職場、婚姻一類嘅牧養工作，堂會總有基本嘅價值培育功夫可以做嘅。社關牧養亦都唔例外，可以喺團契、小組、主日學以至崇拜信息嘅不同層面，培養全面嘅社會觸覺同埋反省精神，建立關顧弱勢、踐行公義嘅天國價值觀，為嘅係讓信徒既能夠明辨處境，亦都能夠清心持守。今日香港嘅民間社會越見覺醒，越趨強大，為香港社會嘅前路同埋核心價值嚟到打拼。教會嘅會眾其實亦都同香港社會一同呼吸。如果能夠有更多嘅牧者打開教會嘅四堵牆，作出適切嘅社關牧養，當會眾進入社群，更加能夠作鹽作光，榮歸主命。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